山顶起大船嘛，他有被当时候的世人需要吗？他有被渴求吗？他有被注意吗？注意有啦，怪人一个嘛。他有被关怀吗？我想没有。这两项物件看起来亲像是有矛盾的，但是今仔日咱就是要伫这个中间，通过这两个无共款的极端，一个是讲咱要思想上帝的话，一个是咱就是需要人际关系，因为人无法度无将伊活伫一个无人际关系的中间。啊，若是安尼，要安怎解决？敢有人会当提供我意见？你要安怎会当甲一群人好好做伙，啊，然后阁会当思想上帝的话语？这有困难无？要安怎解决？敢有人会当提供一寡可能的解决方式？阁要会当甲人好好做伙，阁要会当思想上帝的话语？哇！要安怎做啊？找无吼，安尼咱今仔日就到遮。咱就出来 trail 想看卖。哎，啊，啥人试着啦？啊，我还袂试的呢。我安尼等下去互恁看伊啊。安尼袂使结束啊。我本来想讲到遮就好啊。白天和人家相处很好，晚上去找上帝。哦，白天甲人相处，然后晚上去找上帝，这咱昨嘛是读到一段对无？吼，哦，白昼，昨迄段是安怎讲吼？白天哦，甲人好好相处，啊，晚上去思想上帝的话语。写落来哈，这我感觉这嘛是一种咱会当思考、会当得到启示的方向吼。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法，这个解决的方法，伊叫做团契。这个是希腊文，这个是英文，这个叫做 koinonia， 哦 koinonia， 这个叫做团契啊 fellowship 这种的意思。啊，伫这个所在，伊所要讲的是啥物？伊讲哦，学习与人和睦相处，承认我们彼此需要。当我们重视关系，团契就会成长。请问。团契甲外口一般的社团有啥物款的无共？团契甲社团有啥物款的无共？团契有主做中心，搁有无？啊，若我的讲法哦，讲主做中心有时啊较抽象。哦，我会讲哦，用圣经的话语。意思就是，咱常常来思考圣经内底安怎写、安怎讲，用思考迄种的话语来做团体中心，然后咧学习与人和睦相处。伫团体内底要甲人生活吼，无一定是简单的事哦。你茫想讲哦，啊来到教会，毋是逐个拢兄弟姊妹，逐个拢相疼，相疼的疼法无共呢？你的疼，甲我的疼，你的方式，甲我的方式，无一定共款呢。兄弟仔之间就无共款啊呢。我拢常常讲我细汉吼，我拢足糟蹋阮小弟啊。啊，但是阮小弟吼，拢足疼我的啊，所以伊会来甲我看，我足少去看伊。我细汉吼，发现一项物件就是罗赖吧，啊，罗赖吧。知影我咧讲啥吼？迄个 screwdriver 吼，迄个罗赖吧，啊，我拢叫伊吼，摕迄罗赖吧，啊去插迄落插电的电孔啊。啊，我讲有两孔啊，兄弟啊两个，你一孔我一孔啊，啊你先插。我从细汉就我拢会甲糟蹋，你若问，啊过吼，伊拢去用电着啊，啊迄阵毋知影啥会叫做电啊。我知影，伊毋知啊，叫我电，啊电甲叽叽叫，真吼去甲阮妈妈斗，我来夭寿哦，找啊客出来就甲我讲。我细汉想到的拢是这啊，所以吼，我真爱学习对伊较好诶。伊照顾我比我照顾伊较济啦，啊我糟蹋伊比伊糟蹋我较济啦。就算讲是疼。
嘛有方式的无共。你所做出来的疼，甲我所讲的疼，方法无一定共款。但是伫团契内底，伊的重点就是啥物？伊的重点就是用上帝的话语，还是用咱思考上帝的方式来思考，要安怎甲人和睦相处。用上帝的话语，还是讲用主耶稣基督来做一个先决条件，然后伫即个中间，大家学习，而且承认咱彼此需要，用这来到伫教会团体内底三角学习。但是讲是安尼讲，事实上吼，伫教会伫团体内底吼，拢莫讲别人，讲咱教会就好啦。嘛毋是无冤家呢，嘛有呢，嘛是有迄落人甲人袂好势呢。我真毋是要伫即个中间在讲什么人对，什么人毋对。我真要伫即个中间在讲，无论咱的年岁到几岁，咱拢还阁有需要咱学习的功课。即个功课是一直在学。咱有时啊，拢咧笑囡仔讲哦，啊，恁两个较定咧冤家。你爱小看咧，因就知影咧讲伊个。恁两个较定咧冤家，你真正囡仔袂大呢，你也准干那囡仔会冤家尔。有个人是奇怪，这你家己跳的呢，我袂试的呢。咱的生活顶悬，就算讲年龄加天，但是有时人甲人学习做伙的功课，还阁爱继续做。伫迄个中间，咱毋是讲咱一定好。啊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故事，伊讲吼，来，看卖哦，要讲啥物故事？什么故事？三个和尚。哦，你若是一个和尚哦，他要去挑水，怎么挑？这样子挑。自己提啦。哦，自己去提水，甚至可以一个人挑2桶水。哦，这拢会做一嘛。啊，看你开得够多，你要较济桶的，还是较少桶的？啊，若是我的看法哦，至少爱2桶，因为安尼较会平衡啊。你若敢若灌1桶哦，拢安尼啦，拢安尼哦，灌了你就要讨少伊。啊，你若2桶吼，会较好灌。啊，若2个和尚咧，一人2桶。你看，我要讲的物件，一下就去互囡仔甲我化解伊啊。一个人2桶，自己提自己的。哦，啊，但是咱过去读的故事就是讲，2个人若是用一个便当，啊，灌1桶水会较省力嘛。对，你较早来找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安尼讲的嘛。结果你啊看，人正经来讲哦，一个人2桶，自己提自己的。哦，啊，但是过去哦，咱就是去用教讲哦，讲2个人提1桶，所以2个人提1桶较省力。啊，若到3个人咧？你看吼，3个人1桶啊，一根扁担啊，唔知要安怎搬啦。所以吼，最后伊设计一个啥3支卡的啦。哦，用宾士的厂徽，然后去提水。我想这是一个图画，咱伫遮思考，拢莫讲对毋对吼。足侪代志毋通用对毋对来想。足侪代志爱用讲，即个物件会当互咱有啥物款的启示？哦，即使这是一个错误的故事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伊会当互咱有啥物款的启示？来，即个图你看到啥？合作。合作。不能前进，不好前进。不好前进。其实我上界怀疑的是吼，你安怎去找即支棍啊？啊，迄夹角爱搁共款哦，因为你夹角若无共款哦，施力又会不一样哦，对无？所以你要安怎去找即支棍啊？歹找啊！一个人到落，一个到下啦。啊，搁牵扯到身高对无？啊，上悬的迄个上衰啊！哦，伊食咱上济嘛。啊，上低哦。安尼，你著册读无好啦。册读无好。所以即个图吼，有理想真好啦，对无？
但是要做敢有简单做？无实际啦。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吹啊啦，第二个身高啦，第三个行路啦。一个行一边。行路应该是无啥问题啊！你看，迄人个，迄个庙会行安尼好，咱总啊。庙会是4个角哦。我伊会使两个头前后壁拢嘛走去。我前几日哦，看到咱教会一个少年家开一只3轮的。啊，我一开始因为有人已经看到啊，我还未看到的，啊，我伫遐想讲3轮的啊，车是要安开啊？3轮的，结果哦，真正开来阮兜，搁载一只船仔转，3轮车来阮兜载一只船仔转。咱兜嘛是有问题的，咱兜是哪个船仔？哦，阮嘛是拿啦，阮兜啊，遮大只呢，细甲只的，因为哦，迄船仔放伫阮兜的仓库就无路用，迄船仔爱伫地才有路用，爱伫湖边啦，才有路用嘛，所以拿的故事对我有足大的启示啦。所以我的拄仔内底藏一只船仔，啊，放一冬仔无用着，所以家己摕去湖边啊。啊，开伊只车来吼，后来看着较知影，头前2轮，后壁1轮，吼，来摇看卖。啊，伊的带动轮伫对？后轮。是前轮啊后轮？后轮。伊的带动轮是前轮啊后轮？我想应该是前轮，但是事实看的较知影是后轮，哦，伊是后轮，所以是几轮在传动？一轮尔。我安那想拢无通呢。我想讲吼，啊，较有人做即种车，啊，看到真怕，啊，迄个开车的人吼，搁安尼嘛足怕的，啊，坐落吼爱戴安全帽呢，因为伊只车吼无厝顶啦，敞篷的啦，所以听讲吼，搁爱去买一顶安全帽啦。啊，讲哦，上好迄顶安全帽，搁爱有迄个 Bluetooth 的啦，爱有蓝牙啦。我问讲哦，啊，伊只车新的爱偌济？咱拢做爱问这嘛，看人有一个啥，就问讲，你爱偌济钱安尼哦？啊，伊讲哦，3万6，新的啦，3万6。我讲哈，啊比我的车较贵呢，但我的车有4轮，啊若我8胎5轮呢。我想有真济时吼。咱伫生活顶悬会看到真济真无共款的。我感觉对生妇来讲，因有时啊将这创意当做一种的文书，啊嘛伫迄个中间享受。但是即个图，互咱看到吼，咱伫教会团体内底，若真正要用即款的方式来做，有时啊无一定会通。但是咱会当想象，伫咱教会团体内底，侪人要做一件代志。是毋是嘛？有可能有足侪无共款的方式，因为你找袂到有一种的方式是完美。每一个人拢有可能会当有无共款的方式来做，然后每一个人拢可能伫迄个中间有悬悬价价，啊，伫迄个所在无法度逐个尽拢公平。啊，若佫加上咱人的个性、脾气，哇，代志佫愈复杂。但是圣经甲咱讲啥？加拉太书6章1节到5节，第1节伊讲：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属灵的人用什么样的心？温柔的心。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啊，你在做这件代志的时，自己也要留意。免得也被引诱，意思就是你共苦劝到尾啊，你凡是甲伊做共款的代志，这是圣经甲咱讲的哦。我今仔日在学的，就是用圣经做中心，甲咱人三甲做伙。所以伫圣经内底，咱通拄伫第1节迄个诗篇第1章第1篇第1节内底，读到讲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从罪人的计谋，不做恶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不占恶人的道路。咱伫安尼讲诶，好像说咱要甲这个世间来划分清楚，但是请咱注意哦，
无完全是安尼，因为当咱伫咱教会内底，伫咱团体内底，咱共款会拄着被过犯所胜。啊，即个人毋是歹人，即个人是咱的兄弟。啊，咱要安怎做？真正一刀转甲切落吗？我想毋是。圣经甲咱讲的就是，你们属灵的人，伊想咱讲属灵的人，啥物意思？讲恁遮有咧思考上帝，甲上帝有真好关系，看世界是好的，看人是好的，遮的人，你爱用温柔的心甲伊挽回，然后你爱设置你家己通受益。然后第二再讲啥？咱做伙来读好无？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。哇！要成全基督的律法，毋是讲吼，你着爱做啥物好代志，毋是讲吼，你着爱去奉献偌济，毋是讲吼，你着爱做了偌好，有偌趁偌济钱，有偌好的名声。伊直接讲，你要成全基督的律法，你要遵趁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欢喜，你所做的是啥？重担要互相担当。啊，若重担要互相担当，是担当别人迄个歹袂去。亲爱的兄弟，你边仔有迄个歹袂去伊个重担的人？有无？我嘛有咧，小本一个吼。但是咱每一个人的重担，敢有拢共款？无共款哦。有的人伫某一款的代志，伊会当做了足好；有的人对某一款的物件加较有耐心；有的人伊对啥物物件就是会较软弱，甚至是咱生活顶悬人甲人的关系，有时啊无拄逐个人拢会当处理甲100分。你的兄弟有时啊需要，伊需要你去做一个和平的使者；你的姊妹有时啊需要你，伫生活顶悬会当互相斗相共。你的翁婿有时啊需要你斗记物件，啊无伊找无老花眼镜。你的某有时啊需要你，因为伊要洗迄骹鼎足重。咱生活内底有太侪物件需要互相担当，毋免讲伤远啦，翁仔某就好啦，爸仔囝嘛同款，阿公甲孙仔。以前阮教会有咧讲吼，讲老人有骨也好啦。第一个好啥？恁敢捌听过？老人第一好顾厝好啦。第一好吼，逐个拢迄落少年拢出去佚佗啊，厝无人顾，狗无人饲，阿公顾厝好啦。啊，第二个咧，顾孙好啦。嘿哦，爸爸妈妈要出去佚佗，啊孙仔无人顾，找孙哦。啊我知影咱中间嘛足侪阿公阿嬷顾孙仔顾甲欢喜甲吼，感谢主啦。哦，真正是有即个机会吼，感谢啦。第二好顾孙好，啊第三好咧。第四好，我听到的就是讲4好啦。啊，莫笑我无水准啦，莫笑我无水准。第三个是啥？第一个是顾厝好，第二好顾孙好，第三个。我袂记啊，我袂记第三是啥，但第四个我听到的嘛是4好。看咱安怎想啦？啊，这吼，若是对囝儿孙讲出来吼，即声着搁用讲啊。对，吼，所以看啥物人讲的嘛。但是咱就是伫即个中间互相帮衬。啊，有时啊，当然伫北美可能有时啊，咱无住甲遐亲近。若伫台湾有时啊，迄个距离吼，甲爸爸妈妈是啥距离较亲近。老实讲，真个少年人有时啊，若无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吼斗相共，日子真正袂得过。伊干那要款一间厝来住吼，就困难甲。
一世人无一定赚得钱。现在时代不需要了，年轻人不需要你们的老人。不需要。看人呐、现在大部分。真的是看人。说你们老人不会教，不会带，不会包他孩子，要是闲言，反回闲言。有的这种也是发生啦，好多啊。会去用嫌啦，会去用嫌。他说你不会包了，有钱好哦，有钱好，有钱好就对。有钱好。我你啊，不要钱。不要钱哦。但是你敢捌听到迄吼？你敢捌听到迄讲哦，讲我这财产要留互你啊，你转来教我大。囡仔甲你讲啥？无爱。伊要钱，家己赚就好啊。伊有教囝就好啊。所以咱今仔日，咱即个时代所拄着的是啥物？拄着的是情形百种。所以每一个人的重担敢有共款？无共啦。伫恁兜发生的，无一定伫阮兜发生。伫阮兜拄着的咧，你看这足简单的。所以才有一句嘛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这样来成全基督的律法。咱是用这个做三听，今仔日我三听，毋是因为我是牧师要听你的，今仔日我要甲你三听，是因为我需要你。我伫世间的日子，我嘛需要朋友，我需要有人甲我相甲做伙。我需要有人甲我相甲来排咱的重担，无论你的重担是安怎排吼，无论你的重担是安怎排，看你是要一个人排一桶，一个人排两桶，两个人排一桶，还是三个人排一桶，总是有人做伙来面对咱的困难，迄个心啊，总是较袂遐尔孤单，亲像咱头拄一开始讲，过来的。第三节讲啥？个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口的只在自己，而不在别人。伊咧讲啥？讲哦，若要看哦，要检讨，要讲啥哦，讲家己就好，唔通去讲别人。讲别人哦，你的好的意见讲到尾仔变指责啦，讲家己啦，讲家己。然后咧，最后一个咧。伊讲啥？伊讲，因为人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，所以咱互相伫主的听内底互相服侍、互相帮衬。但是最后伊甲你讲，你的担，你爱家己担，毋是你的担变做兄弟姊妹的担当，你的代志变做兄弟姊妹爱去处理。互相担当。他们是啥互相担当对无？即摆改做家己啊。对，所以意思就是。你的担子是你的责任，毋是别人的义务。但是咱伫主的听内底，愿意加行一里路来担当你的软弱。敢会当了解即种的分别？你的担是你的担，今仔日你的担，毋是别人有义务爱替你排。但是你的担。除去你排你的担以外，会当甲兄弟姊妹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分担咱彼此的重担，尤其是通过主的听、上帝的话语，诚做咱的帮助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迄个团契就变甲足重要。但是事实是啥物？事实是伫咱的团契内底，人百种。但是我嘛相信，伫咱团契内底哦，无人是要雕工做歹人的啦。只是有时伊嘛有伊的软弱，毋知影要怎做好人。毋是逐个人吼，拢想要讲话足来，互人伤心啦。但是偏偏就是有人吼，迄话讲毋着时，讲毋着所在，然后讲着受赖，受赖。讲毋着时，讲毋着所在，然后好，我知影呢。多谢提醒。讲毋着时，讲毋着所在，然后话讲了受赖，所以迄个本来要勉励的话，后来诚做将来刀，伊阁互受伤。我想这就是咱伫即个所在要相甲伫遮学习。没有想要跟随撒旦，只是不知道如何跟随主。有时咱伫咱的生活内底是有即款的软弱，有人会讲哦，迄个人拢安怎，迄个人拢安怎。
但是咱爱会记一句哦。伫《以弗所书》第6章12节内底，伊讲到一个观念，伊讲，因为我们的征战并不是抵抗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。这段经节所要讲的是啥物？伊要讲的是，今仔日咱伫世间内底吼，毋是无征战哦，有哦。伫咱教会内底嘛有征战哦，但是你要征战的对象，毋是你的兄弟，毋是你边仔的人，是啊，互伊混淆，互伊做无够好势，迄个背后天空灵界的恶魔，这毋是我讲的哦，这是圣经内底所写。可能有个人感觉讲较会讲到尾仔吼，敢若咧讲鬼讲神讲鬼啊。但是事实上，咱今仔日有太济咱毋知影、看袂了的物件，但是你不得不伫遐承认伊的存在。若要听这吼，足侪物件人讲，但是这毋是我今仔日的重点。我的意思是，今仔日咱伫团契教会内底咧生活，你所要对抗的毋是你的兄弟姊妹，遮个人拢毋是歹人。你真正要对抗的，是互咱有迄款无够好的想法，也是无够完整的个性，也是咱有欠缺的脾气。所以咱互相伫迄个中间，互相接纳、帮赞、提醒，然后爱互相上介重要的是互相起造，毋通伫教会内底、伫团契内底互相伤害。有个人伫生活顶悬，我头仔会讲到迄个靠招营，就是我讲，即个人伊一生行了亲像真不幸，哦，伊行了亲像真不幸。总是我足少伫伊的面前听到伊咧讲埋怨的话，伊永远就是讲，过来伊要创啥，过来伊要创啥，好，我要安怎，我要安怎做。伊从来无将伊伫生活顶悬所拄到遐负面的物件，讲互伊身躯边遮的朋友咧听。伊所做的是啥物？伊所做的就是我还阁有欠缺，我还阁无够，我要安怎做？所以，互人听到的拢是一个激励的话。甲伊做伙听伊讲话，会受激励呢。哇！我想讲你是真好康，日子真好过。后来才知影，你过了一世人是真不得时，真不如意。总是你犹原有迄款会当激励人的话语。互边仔听到的人继续想讲，哇！你拢安尼咧拼，我要做啥？伫咱人甲人的中间，毋通互相用负面的话，互人哪沉哪深。我听有即句话哦，毋通用负面的话，互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哪沉哪深。爱用好的话、鼓励的话、造就人的话，互人会当哪来哪好。这是咱今仔日伫即个所在所需要互相提醒，互咱所讲出来的话，会当互隔壁的人、对方哪来哪好。所以咱会讲啥？讲，甲你边仔的人讲，上帝听你。咱会讲早上，咱会讲甲你边仔的人讲，今仔日会当来得到上帝的福气。咱要用即种的话来互相鼓励。我伫遮讲，毋是你爱来团契爱作虚伪。我讲的不是虚伪，而是请你把一些负面的东西不要带到团契来，不要带到教会来。咱来到教会，爱互相起造，爱互相造就，爱互相用话语、上帝的话语、圣经的话语、生活顶悬的智慧，互相激励咱，然后继续头前行。咱着爱看见咱的兄弟姊妹伫软弱底要跋倒的时，毋是搁甲牵石头，你搁心情无好，你嘛爱用一个鼓励的话，将你的兄弟甲牵起来。若无，请你毋通伫教会团契内底开喙人三讲话。即个教会是上帝的教会，即个团契是上帝的团契，是为着要互人伫遮得到造就、得到帮赞、得到目标、得到理想。然后会当继续有气力往头前来行。你有愿意安尼做无？
你有想要伫即个中间得到？你有想要伫即个中间来得到快乐的话，那安尼，请咱拢重新学习，伫教会团契内底讲造就人的话，安尼好无？好，真好。好甲在走。今年吼，这阮祖囝老的啊，你想对一个？我有一个祖囝最爱耍 LEGO 啊，吼，伊拢会摕 LEGO 安尼斗斗的。我是后来看到吼，其实我毋知伊咧耍啥，伊实在是无时间甲伊做伙耍，嘛无时间伫迄个中间甲伊安尼相甲分享。我是伫我的手机仔内底看到伊翕的遮个相片，然后一个一个安尼翕的吼，我才知影原来迄是有故事性的。哦，原来现在玩的扮家家酒已经用即个先进的 LEGO 啊，所以吼，咱会看到讲吼，这啥？即组叫做 LEGO Friends， 啊，看无吼 ？LEGO Friends 即组啦。所以就是足侪好朋友啦，啊要上街哦，你看就知影，你一只狗啊嘛，要上街逛街啊，去美容set度，啊过搁爱伫遐，迄个伊咧耍的吼，有迄个指甲油啦，搁有啥香水啦，啊吹风机啦，有遮细个，我手拢强要摕袂起来啊，我遮细个，啊然后伫遐耍扮家家酒，啊即个吼就是迄个运动用品店的款吧，吼、啊，即个是 shopping mall， 吼、即个是 shopping mall， 啊，即间是啥？我毋知即间是啥，但是开车去呢，即只比我会较怕。对对对，即只嘛咧个的，所以会当通过遮个物件吼，安尼算啊算出一个故事。照伊的想法去算一个故事出来，啊，迄个要起来吼，来，啊，去有看到，我讲了收班，啊，所以伊会当照伊的意思吼，来演一出剧，啊，迄出剧吼，哦，啊，都有啥物名啦，啥物名？哎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叫啥？哦，你看伊拢知影名哦，啊，即个呢？啊，即只狗啊？没有名，就那个是。安尼恁知影我住伫厝里有艰苦啊吼？阮走敢若我一个查甫的尔呢，结果我拢摕伊的迄个，我拢摕伊的 LEGO， 迄 LEGO 有迄个香水，还有。那个指甲油，指甲油，还有那个口红，口红，啊，我转甲伊咧，迄个吼，迄指甲油、口红、香水，啊，搁啥物照相机，我拢甲慢慢落来，啊，甲做一只战舰。查甫的耍的，甲查某的耍的，真正无共。